化妝間的氣壓低得讓人有點喘不過來。那盞懸在鏡前的燈泡發出嗡嗡的細響，像一隻困在玻璃罩裏的飛蛾在徒勞地拍翅。謝震軒坐在那張寬大的旋轉椅上，背對着門口，肩膀的線條棒得像一把即將斷裂的弓。他身上還穿着那套為頒獎典禮準備的黑色絲絨西裝，領結卻已經扯鬆了，歪歪斜斜地掛在襯衫領口。鏡子裏映出他的臉，年輕英俊，卻帶着一種與年齡不符的疲憊。他盯着鏡中自己的眼睛，那雙眼睛像兩口深井，井底有火焰在幽暗地跳動。桌上散落着幾支口紅，一盒沒用完的粉餅，還有半杯已經涼透的檸檬水。水面上浮着一片薄薄的檸檬皮，像一隻擱淺的小舟。他伸出手指，輕輕撥動那片檸檬皮，看它在水面上打轉，一圈又一圈。門外傳來隱約的喧囂，頒獎典禮的掌聲和音樂透過厚重的隔音門變得朦朧，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回聲。剛剛宣布最佳男主角的那一刻，他聽見了那個名字謝霆鋒。那個瞬間，他感覺自己的血液像是被抽空了，又像是被灌進了鉛，沉重而冰冷。他沒有轉頭去看大熒幕上那張熟悉的臉，沒有去看那個人起身微笑擁抱身邊的人，走上舞台，接過獎座，發表感言。他不需要看那些畫面，他已經在夢裡，在新聞裡，在片段式的記憶裡演練過太多次。每一次，他都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，以為那層厚厚的繭已經夠堅固，可以抵擋任何尖銳的刺。但當名字真的響徹全場時，他還是聽見了那層繭碎裂的聲音，細微卻清晰的讓他想笑。他想笑，是真的想笑，笑自己的天真，笑自己的執着，笑自己這麼多年來始終學不會對那個名字無動於衷。他站起身，椅子向後滑了半寸，發出輕微的摩擦聲。他走向門口，手搭上冰冷的金屬門把。那一刻，他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他從未做過的事。他要去後台，要去那個人領完獎後必定會經過的長廊。他要站在那裡，看着那個人走過來，然後把這些年來所有吞咽回去的話一次過倒出來，像把一埋藏了20年的酒砸碎在地上，讓濃烈的氣味嗆得所有人掩鼻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推開了門。長廊的光線比化妝間還要亮，白得幾乎刺眼。兩旁牆上掛着歷屆頒獎典禮的照片，黑白與彩色交錯，一張張陌生的半熟的面孔在框架裏凝固着笑容。謝震軒的腳步聲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響起，每一步都帶着一種決絕的節奏。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，只看見前方轉角處聚了幾個工作人員，他們低聲交談，神情緊張，像在等待什麼重要人物的到來。他放慢了腳步，靠在牆邊一株高大的龜背竹盆栽旁，葉片寬大而油綠，恰好遮住他半邊身影。他看見了謝霆鋒從轉角走了出來，身邊跟着經紀人和兩位助理。他還穿着那套深藍色的訂製西裝，領結打得一絲不苟，頭髮梳理得整齊服帖，臉上掛着那種謝震軒再熟悉不過的鬆容微笑。那微笑像一層鍍金的殼，光滑完美，卻讓謝震軒從心底湧上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澀。他看着那個人一邊走一邊與經紀人低語，偶爾點頭，偶爾輕笑，仿佛剛才那座獎座不過是順手拈來的一件小玩意。謝震軒的手指緊緊合進掌心，指甲陷進肉裏，微微的痛感反而讓他更加清醒。他從盆栽後走了出來，就站在長廊的正中央，擋住了去路。謝霆鋒的腳步停了下來，臉上的笑容沒有立刻消失，但有一瞬的凝滯，像一張被突然按下暫停鍵的畫面。經紀人率先反應過來，向前踏了半步，想要開口說什麼，但謝霆鋒輕輕抬了抬手，示意他退後。長廊上的空氣仿佛被抽走了大半，連那些工作人員都屏住了呼吸，視線在父子之間來回游移，像看不見的乒乓球。
謝震軒感覺自己的喉嚨有些發乾，但他不允許自己退縮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在距離謝霆鋒不到1公尺的地方停下來。他聞到對方身上淡淡的古龍水味，那是他小時候在極少數幾次見面時曾經記住的氣味，後來成為他夢中偶爾浮現的線索，又總是在醒來後消散無蹤。他抬起頭，直視着謝霆鋒的眼睛，那雙眼睛是褐色的，在燈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澤，好看得不像話，卻也遙遠得不像話。恭喜你，謝震軒開口了，聲音比他自己預想的要平靜，平靜得像暴風雨來臨前那片詭異的無風帶。恭喜你拿到最佳男主角。他頓了頓，嘴角扯出一個弧度，但那不是笑，更像是一條棒到極限的言。反正我的人生你一直在缺席。最後那幾個字，他咬得很清楚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，像把釘子一顆一顆釘進木頭裏。全場陷入一種近乎窒息的沉默。經紀人的臉色變了，助理們低着頭不敢抬起，幾個工作人員甚至下意識地往後退了半步，鞋底在地面上蹭出細碎的沙沙聲。謝霆鋒臉上的笑容終於完全退去了，像是被一盆冷水澆熄的炭火。他的嘴唇動了動，似乎想說什麼，但謝震軒沒有給他機會。他往後退了一步，轉身，步伐穩定地沿着來時的路走回去。他聽見身後有人低聲叫了他的名字，那道聲音裏帶着一絲不確定的顫抖，但他沒有回頭。他知道，如果回頭，他這些年來好不容易築起的城牆就會瞬間坍塌。走回化妝間的短短幾分鐘，謝震軒覺得自己的身體像被分成了2半，一半在行走，另一半漂浮在半空中，俯瞰着這場荒謬的戲碼。他推開門，那盞燈還亮着，嗡嗡的細響依舊。他走到鏡子前，雙手撐着桌緣，低着頭，看見桌面上那片檸檬皮已經沉到了杯底。他忽然覺得很累，累得像跑完了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，而終點只是一面反射出自己狼狽模樣的鏡子。他想起了很多事，那些童年的片段像被撕碎的報紙，拼湊不全，卻又帶着鮮明的油墨味。他記得3歲那年，母親抱着他站在機場出境大廳，指着遠遠一個戴墨鏡的男人說：那是爸爸，跟他揮揮手。他用力揮了揮小手，但那個男人沒有走過來，只是隔着人群微微點了點頭，轉身就消失在海關閘口。他記得7歲的生日，母親說爸爸會來，他坐在蛋糕前等了3個小時，蠟燭滴下的蠟油在奶油上形成一顆顆紅色的小珠子，最後他吹熄了蠟燭，許的願是爸爸快點出現，但那天沒有出現。第2天，新聞報道說謝霆鋒在另一個城市出席電影首映，照片裏的他笑得燦爛，身旁站着美麗的女主角。他記得10歲那年學校運動會，他跑了100公尺短跑拿了第1名，衝過終點線時，他下意識地往觀眾席上看，只看見母親一個人站起來鼓掌，旁邊的座位是空的。他後來在報紙上看到，那天謝霆鋒在歐洲參加影展，穿着名牌西裝走在紅毯上，手插在口袋裏，姿態瀟灑。他記得13歲第一次被同學在網路上搜出父親的名字，那些嘲諷的留言像螞蟻一樣爬滿了手機螢幕。你爸都不管你哦！哇，大明星的兒子耶！但他有回家吃過飯嗎？他關掉手機，把自己鎖在房間裏，用枕頭壓住臉，直到快要喘不過氣來。他記得16歲那年的父親節，他鼓起勇氣傳了一條簡訊給那個陌生的號碼，內容寫了又刪，刪了又寫，最後只送出6個字：父親節快樂。過了2天，他收到回覆，也只有6個字：謝謝，你也快樂。他盯着那幾個字看了很久，然後把手機扔進抽屜最底層。他記得19歲那年，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與謝霆鋒同框，那是一場電影首映會。他跟着經紀公司去觀摩，謝霆鋒作為特別嘉賓到場，兩人中間隔了5個人的距離，沒有任何交談。但隔天八卦雜誌的標題寫着謝霆鋒與子瑩同陌路，全場零互動。
他買了那本雜誌，反覆看了又看，最後把它撕碎了，扔進垃圾桶。這些記憶像一根根細針，平時藏在意識的年歲裏，不碰就不痛，但此刻全部翻了出來，密密麻麻地紮在他的神經末梢上。他抬起頭，看着鏡子裏的自己，那張臉有謝霆鋒的影子，眉眼尤其像，但嘴角的弧度是屬於母親的固執。他忽然想起母親常說的一句話：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，你是你自己。他曾經很想相信這句話，但每當謝霆鋒的名字出現在新聞標題，出現在頒獎典禮，出現在路人的閒談裏，他就覺得自己像一片被強風吹離樹幹的葉子，在空中打轉，卻始終找不到落點。他坐回椅子上，把那杯涼透的檸檬水端起來，喝了一口，酸味已經淡了，只剩下一點澀。他放下杯子，開始回想方才那一幕的每一個細節。謝霆鋒的表情從鬆容到凝滯，那雙琥珀色的眼睛裏閃過的一絲波動，是驚訝，是尷尬，還是別的什麼？他發現自己無法判斷，因為他從來沒有真正讀懂過那個人。他只是從新聞、從訪談、從別人轉述的片段裏拼湊出一個形象，一個才華洋溢、魅力非凡，卻總是與他保持着安全距離的形象。他曾經試着恨他，用恨來填補那些空缺的時光，但恨是一種太費力的情緒，像握着一塊冰，握久了只會讓自己的手凍僵。他也試着原諒他，可是原諒需要一個前提，對方必須表達需要被原諒的意願，而謝霆鋒從來沒有。這麼多年來，謝霆鋒對他的態度，就像對待一個偶爾會在新聞裏出現的名字，禮貌、疏離，不帶溫度。生日會有禮物送到，通常是助理代挑的昂貴玩具或電子產品，附一張製式的卡片，上面是印刷體的文字：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。謝震軒把那些禮物收在櫃子裏，有些甚至沒有拆封。他沒有扔掉，也沒有拿出來用，只是讓他們靜靜地堆積，像一座小小的、沉默的紀念碑。他想起18歲成人那天，他主動打電話給謝霆鋒，電話響了很久才接通，那頭的聲音帶着拍攝現場的背景噪音。喂，謝霆鋒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意外。我18歲了，謝震軒說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成年了，恭喜你。謝霆鋒的聲音聽起來依然平靜。想要什麼禮物？我跟助理說，讓他們去買。不用了，謝震軒說。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。你說。你後悔過嗎？謝震軒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微微發抖。電話那頭又沉默了，比剛才更久。背景裏的拍攝聲變得模糊，好像有人走遠了幾步。最後謝霆鋒說：什麼意思？後悔當我父親。謝震軒一個字一個字地說。那次的通話，最後在謝霆鋒的一句你想太多了和匆忙掛斷的嘟嘟聲中結束。謝震軒握着手機站在窗邊，窗外是繁華的都市夜景，霓虹燈一閃一閃，像在嘲笑他的天真。從那之後，他再也沒有主動打過電話。但今晚他在長廊上說出的那句話，其實不是一時衝動。那句話在他心底醞釀了整整20年。從3歲那年的出境大廳，到7歲的生日蠟燭，到10歲的空檔觀眾席，到13歲的手機熒幕，到16歲的簡訊，到19歲的雜誌，到18歲那通未完成的電話。每一個缺席的瞬間都像一塊磚，無聲地砌成一道牆。而今晚，他只是用力推倒了那道牆，讓磚塊砸在地上，發出轟然的聲響。他不在乎那些工作人員會怎麼傳出去，不在乎明天的八卦新聞會怎麼寫，不在乎經紀人會不會皺眉頭說他太衝動。他在乎的是那句話終於從他的嘴裏說出來了，像一顆卡在喉嚨多年的魚刺終於被嗨了出來，鮮血淋漓，但暢快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閉上眼睛。黑暗裏，他仿佛又看見了那條長廊，看見謝霆鋒站在那裏，臉上沒有了笑容，
嘴唇微動卻說不出話。他忽然覺得自己其實並不想讓那個人難堪，他想讓那個人知道，這些年來有一個孩子在沒有他的日子裏跌跌撞撞地長大了。那個孩子學會了自己繫鞋帶，自己騎腳踏車，自己面對考試，自己處理失戀，自己決定人生的方向。那個孩子曾經在半夜發燒，是母親背着他跑去急診室；曾經在校園被霸凌，是母親帶着他去學校理論；曾經在選科系時迷惘，是母親陪他坐在圖書館翻了一整天的資料。這些謝霆鋒都不知道，他不會知道，因為他從來沒有問過。謝震軒睜開眼睛，鏡子裏的人依然年輕，但眼角已經有了細微的紋路，那是熬夜拍戲承受壓力的痕跡。他走了和父親一樣的路，成為演員，進入演藝圈。有人說他是星二代，有人說他靠爸，有人說他長得帥，但演技還需要磨練。他從不回應這些評價，只是默默接戲，默默揣摩角色，默默在片場從早待到晚。他想證明他的存在不是為了填補誰的缺席，而是為了書寫自己的名字。但今晚他承認，即使他再怎麼努力切割，那個缺席的人始終像一道影子，跟在他的身後，有時淡得看不見，有時濃得讓他窒息。他在化妝間裏坐了將近半小時，直到敲門聲響起。經紀人探進半個身子，臉上帶着為難的神色。外面記者開始問了：你要不要先離開？謝震軒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歪斜的領結。他沒有回答，而是走向門口，經過經紀人身邊時，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走過那條長廊，那些工作人員已經散了，牆上的照片依然沉默地掛着。他走到電梯前，按下按鈕，等待的幾秒鐘裏，他忽然聽見身後傳來腳步聲。他沒有回頭，但那個腳步聲越來越近，然後在他身後約2步的距離停了下來。空氣中飄來淡淡的古龍水味。謝霆鋒的聲音從背後傳來，低低的，帶着一種他從未聽過的沙啞。你說的對，那聲音說。謝震軒的身體僵住了，手指懸在電梯按鈕上方，沒有按下去。他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，沉重而快速，像鼓點敲在耳膜上。我缺席了，謝霆鋒繼續說，聲音比方才更輕。不是因為不想出席，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出席。電梯到了，門打開，裏面空無一人，明亮的光線照出來，在長廊的地面上投下一個方形的亮區。謝震軒依然沒有回頭，他看着那個空蕩蕩的電梯轎廂，鏡面牆壁反射出他自己的身影，以及身後那道模糊的穿着深藍色西裝的輪廓。我不需要你解釋，謝震軒說，聲音比他預想的要平靜。我已經過了需要解釋的年齡。他踏進電梯，轉身，終於直視了謝霆鋒的眼睛。那雙琥珀色的眼睛裏，此刻映着電梯的燈光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有些什麼在閃爍。但我要謝謝你，謝震軒說，謝謝你缺席，讓我知道我一個人也可以活得很好。他伸手按下關門鍵。電梯門上，將謝霆鋒的身影逐漸收窄成一條線，最後完全消失。在門完全關上的那一瞬間，謝震軒看見謝霆鋒的嘴唇動了，無聲地說了3個字。他沒有去讀那3個字是什麼。電梯開始向下運行，輕微的失重感讓他微微晃了一下。他靠在鏡面牆壁上，看着自己，領結歪斜，頭髮有些亂，但眼神是清亮的。他忽然覺得胸口那道壓了多年的重量，像是被鑿開了一條縫，有風從縫隙裏鑽進來，涼涼的，帶着自由的味道。電梯抵達1樓，門打開，大廳裏有幾位工作人員和保全，他們看見他，神情有些尷尬，顯然已經聽聞了長廊上的風波。謝震軒沒有躲閃，他挺直背脊，邁着穩定的步伐穿過大廳，走向門口。夜風迎面吹來，帶着城市特有的混雜氣味，汽車廢氣，路邊小吃的油煙，行道樹的草葉香。他站在階梯上，
抬頭看了看夜空，城市的光害讓星星變得稀疏，但仍有幾顆頑固地亮着，像不願熄滅的微小火焰。他掏出手機，點開母親的對話框，打了一行字：我剛剛做了一件很笨的事。過了幾秒，母親回覆：笨沒關係，誠實就好。他笑了一下，把手機收回口袋，走下階梯，走進那一片燦爛而喧囂的夜色裏。明天新聞標題肯定會鋪天蓋地，每一個版本都會加油添醋，但他不在乎。他只知道今晚他終於把那根刺拔了出來，雖然傷口還在滲血，但至少他不再卡在那裏，日日夜夜地刺痛。他走着走着，腳步越來越輕，像卸下了某副沉重的枷鎖。而那些缺席的歲月，從此不再是他的枷鎖，而是他身後一條長長的路。路已經走過了，前方還有新的路。他繼續走，沒有回頭。